好彩我有水。飲得㗎。普通嘅水。好啦，我倒咗啲水落去。好啦，我想問下許生，啲魚識游水未啊？未，梗係咧都未施魔法。好啦，咁嗱，而家咧我數1、2、3，阿許生，不如在座啲小朋友同我一齊吹一口氣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嗱，而家開始啦喎，1、2、3。我頭先係叫你對住個八寶盒吹，到不吹到我面濕晒嘅，啲口水吹晒落我個面度喎，咁點得啊？咪啦，今次開啲，我拎開啲，嗱，對住個八寶盒吹，唔好吹落我度啊嚇！嗱，1、2、3，好啦，麻煩啊許生打開個蓋睇下，哇！好啦，睇下大家幫忙咧，用啲紙嘅魚變咗乜嘢啊？你舉高啲俾大家睇。變咗幾條啊？6條魚喎，係咪啊？好啊，俾啲掌聲啊，許生啦，好唔好？